啊，這個就是綠色。哦，太香了。嘿嘿嘿嘿。但是我，哦，他去采访了老板子。哦，这是前面，哦，好。这也是我们以前做生意的地方，这儿一家，我来中间。哦，我就在这个位置。底下这儿一家，这儿一家，这儿一家，4家。这个行的，这两边，拜托是这两边。有木头嘛有，这是卖毛豆啊、花生米啊、卖冰粉儿。烧烤炉就这儿，就这个地方，这摆3个，他们都是上头，都是上头。看嘛，这儿广告牌，11点后，啊，这不是大声喧哗了。看到不嘛？没有，这以前大红的嘛，全部撤了的嘛，你不行啊，那你多不拿这儿的嘛？现在雨布的嘛，落雨布，全部都做雨布的嘛，以前。我那个灯灯还甩点儿在，还没拿起走。那个灯灯，插伞的，插大伞的。那以前晚上什么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搬走啊？全部搬到屋头噻，又搬。全部往屋头搬噻。然后每天吃饭。哦，又摆。你说嘛，以前做生意辛不辛苦嘛？